八皇大人的女婿非我。铁男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要再胡闹了！这群人没一个能配得上我姐姐，更别提这个油腻男了。救救我！你明明知道我喜欢，这是什么？干什么？好痛啊！我的天！叶枫，这是什么？为了救个后辈，竟然让自己落入险境。看来霸皇要么是人老心慈了，要么就是当年史灵之死导致的反噬重伤，至今未愈。发动血祭，滥杀无辜，尔等竟敢使用此等邪术，罪无可赦！念力屏障，血祭法阵，难道是血和天灾？原本以为只混进来几个小角色，没想到把他们处理掉。